再来看空勤总队嘛，派直升机透过空中来巡视灾情。伫苏花公路顶真侪路段拢有石头落落来，有部分的路段山壁是崩甲真严重，公路佮铁路交通拢受到真大影响。对空拍的画面会当看到崩山的情况是真严重，看起来是真恐怖。四界拢是风飞沙现场是路苍苍。大高线和平崩坑的头前嘛四界拢是石头啊。上严重的路段是伫中德崩坑的南边，崩山嘛造成一个真大的窟窿，是真恐怖。目前交通拢中断，台南、高雄、佮屏东的消防局嘛已经拢坐军机去救灾咯。这地当造成苏花公路几个路段拢有状况伫大清水崩坑口，路基是崩起，有一台货车去互大石头撼着，驾驶不幸死亡。伫海线的第11线方滨乡的路段嘛崩山，道路嘛中断。中行的第8线道路古段嘛崩山，全线是拢暂停通车，目前在抢修。汤帮，从地震汤帮。哦，你还在了。看到崩落去的时阵，民众拢真惊吓。台湾发生规模7.2强烈地震，当台湾陆续传出灾情。苏花公路土石崩塌，大清水崩坑口路段路基崩落去，车袂顶袂动。苏花公路二花崩坑有落落去的石头，拱上行路的民众，上到崩坑口也有大石头落落去。大量的石头，互真侪货车拢弄着，传出一台货车互路石撞着，司机不幸罹难。花莲最近一直地震加上落雨，花莲海线的第11线方滨乡机车路段，七日下晡出现零散的路石，初三强烈地震了后发生大崩山，规片的山壁崩落来，石头造成双向车路拢未通。秀林林清崩坑也发生崩塌，交通断去。德克伦步道也个传出3人互石头撞着受伤。不要闹了哈！台北线中环路段也陆续传出灾情，有真侪台车互路石拍着，车头歪曲变形，伤者送医急救，欢乐医院有地动尾，包含苏花路人甲中环公路全线拢封起来，相关单位也进行抢修当中。因为灾情未少，相关灾情警消单位也在陆续统计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